今日我帶咗呢個小妹妹去珠海嗰度睇中獸醫，因為早前佢跌親，我諗住同佢做下針灸保健。無論喺香港定係珠海，我哋都未睇過中獸醫。今集內容會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狗狗睇中醫會係同佢哋把脈，定係會憑其他體徵去同佢哋開藥。我哋喺診所玩咗個幾鐘頭，最後竟然1蚊都唔使俾就可以離開診所。到底當中發生咗啲乜嘢事情？想知道答案嘅朋友仔，快啲去片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頻道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Angela 安琪兒。養開動物嘅朋友仔都會知道，喺香港睇獸醫，我哋會形容為燒銀紙，因為一般診金平極都要400-500蚊起跳，仲未計其他檢查費或者藥費，每次埋單坐底4位數字係等閒事。之前呢條影片分享過喺珠海呢一間獸醫診所，佢哋並唔會收診金，每次只係會收20蚊嘅掛號費。因為呢個小妹妹平時喺度睇開醫生，我知道佢哋嘅收費唔會令我有燒銀紙嘅感覺，所以我都冇問到做針灸要幾多錢，我就預約咗。大家睇下呢個小妹妹嚟到診所一啲緊張嘅感覺都冇，當咗自己去商場行街咁樣，不停喺度行嚟行去。今次嚟除咗諗住同佢做針灸，仲打算處理2個項目。第一樣就係佢嘅眼睛問題，每逢1至2個禮拜，我都要帶佢去檢查眼睛。另外，每年一到咗呢一個春夏天嘅季節，佢嘅皮膚就唔係咁好，因為佢嘅腎臟唔好，受唔到西藥，所以我諗住試下中藥會唔會幫到佢。呢間醫院嘅中獸醫非常之忙碌，要預約其實都唔係已經咁容易。我哋嚟到診所等咗大約10分鐘之後，姑娘同我哋講，大約再要等多20分鐘，因為醫生睇緊一個比較複雜嘅病症，可能醫院方面唔想我哋等得太耐，於是就首先安排一位助護幫呢個小妹妹做咗眼壓檢查。呢個檢查嘅費用平時係收50蚊。檢查完眼壓，呢位助護就同我哋了解點解想帶豆公主做針灸嘅原因。我同佢講，因為早前呢個小妹妹跌親之後同佢檢查，獸醫話佢嗰隻手仔嘅關節有啲硬。姑娘同醫生轉述翻豆公主嘅情況，由於佢已經冇疼痛嘅反應，所以醫生覺得佢並唔需要做針灸。如果純粹因為關節比較硬，以佢咁嘅年紀嚟講，其實都屬於正常。如果我哋純粹想舒緩一下關節嘅問題，其實可以試下照燈。聽完之後，我哋又覺得暫時冇咁嘅需要。了解完關節嘅情況，跟住落嚟就處理皮膚問題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，原來狗狗睇中醫都同人類一樣可以把脈㗎。佢哋把脈嘅位置係喺手腳嘅內側，但係因為今次睇皮膚，佢就唔需要做把脈嘅程序。如果需要開中藥，醫生會根據佢哋嘅眼睛、鼻哥同埋舌頭嘅狀況，再加上毛孩家長嘅資訊嚟到判斷應該開啲乜嘢藥俾佢哋。最初我以為呢度啲中藥會係膠囊，咁樣會比較方便餵食，但係原來呢度嗰啲中藥係真係用水嚟煲嗰啲，而且唔可以淨係寫個藥方俾你，自己出去配藥返屋企煲，一定要喺佢哋診所嗰度煲，需時大約個幾鐘。我哋趕時間唔想等，姑娘同我哋講，原來煲好之後會用真空處理，可以用速遞公司寄去我哋屋企。之後繼續同醫生溝通，佢話豆公主嘅情況可能係季節性敏感，中藥調理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見到成效，到時季節亦都可能已經變換咗，可能未必即時可以幫佢處理到個問題。聽完我哋都覺得有道理，於是繼續問醫生有其他乜嘢建議。醫生建議可以嘗試草本浸藥，或者用一啲沖涼液自己幫佢沖涼。我知道有一隻沖涼液係西醫經常推薦處理皮膚問題。我同呢位中獸醫講，我就係唔想用西藥，唔想對佢嘅身體造成任何負擔。於是佢介紹咗一個品牌俾我，全部用草本配方。佢旗下有不同嘅配方處理唔同嘅問題。醫生仲即時上網同我解釋唔同嘅配方係處理啲乜嘢問題，同埋同我一齊睇佢嘅成分。研究完一大輪，我哋諗住買支返去試下，點知原來佢哋診所係冇呢啲沖涼液買，我哋要自己上網買。順帶一提，其實喺內地睇獸醫，好多藥都係需要毛孩家長自己去實體店或者上網買。呢方面同喺香港睇獸醫應該係最大嘅分別。言歸正傳，我哋喺個診所裏面玩咗個幾鐘頭，問咗醫生好多問題。雖然兩手空空咁樣離開，但係始終我哋做咗眼壓檢查，平時至少都要收50蚊。我哋出去埋單，姑娘竟然同我哋講，今次冇任何費用需要繳交。我哋真係覺得好驚訝。其實之前喺度睇西醫，佢都有豁免我哋一啲費用，但係冇諗過第一次睇呢位中獸醫，佢竟然所有費用豁免晒我哋。
可能佢覺得要我哋等咁耐唔好意思。最後我想總結一下喺珠海住咗1年之後睇獸醫嘅經驗。呢度嘅價錢當然同香港係最大嘅分別，但係我自己覺得另一個好明顯嘅分別就係，好多時佢哋覺得唔係必須嘅項目都唔會建議動物去做。例如最初嚟到珠海，我想帶豆公主嚟呢度沖涼，由於佢年紀大又啱啱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，醫生建議我自己喺屋企幫佢沖涼。今次我想同佢做針灸，醫生又同我講，其實呢樣嘢未必幫到佢。呢啲經驗同我以前睇獸醫係有幾大嘅差別。仲有一個分別就係，如果你同獸醫能夠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，有好多費用其實佢哋係有權可以豁免。我自己已經試過幾次，又印證咗我之前呢條影片同大家分享喺內地生活嘅文化體驗一樣。最後喺度祝願所有嘅毛孩同埋毛孩家長都可以健健康康、快快樂樂咁樣生活。想了解更多大灣區真實嘅生活狀況，未訂閱嘅朋友仔快啲訂閱啦！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